会跳舞。安尼比哦，安尼哦，16还是61？ 61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创作对我来讲，真单纯，就是我把我的想法用音乐来表达出来。譬如讲，我有一条歌叫做《为着莫互阿母伤心》，就是家己咧写字的时阵，有一寡想法，就是感觉我来写这个字做欢喜的，但是阿母看到会啥物心情？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代志，但是我家己写做一条听起来做欢喜的歌。阿母，我偏偏不爱累，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。其实我伫写遮多这条歌的时阵，有去真侪电台来宣传嘛。拄着主持人的时阵，拢会感觉台语遐尔练转。其实我伫细汉伫厝的时阵，嘛是会当安尼好好讲。离开家己了后，就足少有机会当好好讲台语。即摆会当来甲即个节目，我是感觉是一个真好的目标，就是希望未来家己会当更较自然、更较自由的来讲台语。因为家己定定会参加一寡比赛，伫遮个比赛拢会看到真侪可能平常时就是认真咧写台语歌的人，因无为着啥物，就是真单纯，就是咧用台语来讲出咱的心情。所以伫即个节目，我嘛是希望观众朋友甲听众朋友听到安尼的歌曲，甲安尼的节目，会当更较熟悉台语，家己的文化甲养分，甲伊培养起来。海味61号，赞！也搁有一句话要对你讲，就是我爱你。